Hello，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本，欢迎收看《佛系乐业》。闽南有一座青铁配的山，叫做银狮山。喺山底下呢，有一个鸡场哦。一个鸡场有乜个铁配的，怎么个会选啊？睇一片地方呢？好山好水的闽南，今日喺鸡场底边有两版铁配的故事。今日呢，我哋都铁配邀请到一个鸡场银狮山鸡场的第三代头家刘文峰阿峰来到节目底边，好好同大家分享佢哋的故事哦。今日来欢迎佢吧，欢迎阿峰。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银狮山下鸡场的第三代刘文峰。欢迎阿峰来到节目底边哦。阿峰，头先俺哋讲呢这个鸡场的名啊，亲切片呢，俺哋念係銀獅山和雞場，俺哋係用乜講啊？能夠講銀獅山下。銀獅山下，怎麼嘅話，俺哋有一個差別呢？因為雞場係背一個山，放銀獅山下，呀，當個係有啲銀獅山壁，嗰種銀獅，所以俺嘅人全部放銀獅山下。這個做一個雞場講傳統係第三代嘛，俺哋啲，嗰種係對阿公嘅時代一個雞場都睇嘅嘛。係。對阿公就開始學嘅。怎麼嘅有考會現在阿公會現在喺度做學嘅啊？阿公嘅學嘅我唔知做乜嘢學，因為阿公本身有啲專業，學嘅算副業安尼。阿公嘅時節嘅專業係做乜嘅工作？做奶水。做奶水。我做奶水嘅時節，阿公嘅時代應該也算幾無限嘅，佢係上到嚟做一個學嘅，我幾厲害哦。係啊，所以佢下學嘅唔會學幾多，因為要一工差唔多1000隻、2000隻，就阿公阿媽嚟學安尼，嚟照顧。2000隻也係幾多嘅呢？啲學嘅嚟講算幾細重嘅，因為基本上學嘅至少都1萬隻、2萬隻一重安尼嚟學。差唔多啦，以人家嘅經濟嘅規模嚟講，伊咧學嘅從最起碼都1萬隻起跳。冇法子學一個家庭啊。嘅成本幾高啊。安尼阿峰，這個對阿公開始傳嘅時節，都爸爸媽媽今年算轉過來做正業嘅嗎？冇，國泰轉變係人開始自家買，因為一開始像阿公嘅時節就本翻嚟困，爸爸媽媽人接受咩相同，就原來嘅方式，後來我翻嚟嗰度可能所謂家事冇安好，就開始慢慢的一時就開始自家買，多見安尼。安尼萬世啦吼，就睇迄個闽南嘅片台嘛，萬世到台都係雞場特別了咗嘛。係啊。安尼雞場對你嚟講應該又算特別嘅感情哦。韓式就因為我哋都卡喺雞場隔壁嘅，生活嘅，變成韓式都會喺雞場烘料，會養雞村啊嗰度，從其實韓式阿公人係做一啲養雞，就雞公嘅養過之後變養雞，人工嘅太監機啊，佢雞公嘅改學，從韓式時間我都記得。佢雞場不只會本雞公嘅對，同佢照相約安尼啦。伊就會嚟對咩？對唔會通唔會開始走，開始走嘅時節雞公可能一紮咧炒嘅，其他看到其他開始進炒，會變成一開公雞嚟炒安尼。哇！安尼我都想到嘅畫面，新人嚟講1-2隻可能見到幾驚嘅，係已經一太層可能有幾百隻嘅安尼動作個。所以嗰時節。會做個夾，咁我可能規講嘅雞就計真對安尼。安尼這個唔會講，係講下禮拜我還可以去個聊安尼。可能唔會講，咩問題？可能就歸好送去聊啊，可能請阿公阿媽，然後又去買雞啦嗰度。嗰個韓式都講當去個雞場烘料安尼。嗰個因為雞場喺萬世到台，自家一個回憶對你來講有特別嘅感情。將想講，我下禮拜他嘅時候都來接受雞場嘅工作，係咩安尼啊？幾下忙錢，幾下忙錢。所以隻雞場係佢後背面，哪有一個想法嘅？係哦。啱到太上太西，嘅時間哪有想法？因為喺太好嘅時節，應該是高中畢業啦。闽南有咧算幾有名嘅咧黃藥機，闽南黃藥機就安尼番水區開始，佢也有咧愛上闽南愛上，就有咧青葉咧辦安尼黃蝶記，佢高中畢業就
边仔模式做咩？啊，甲朋友啊、同學啊，就親戚你能可以參加一個活動嘛，去聽書安尼，佢開始接觸，對嗰時節個開始了解，美濃啊，有泛水庫、係某個東西安尼，啊個又開始認識邊個能夠睇嘅，可能阿姐啊、阿哥安尼，啊有一個阿姐做農業嘅，啊嗰時節太好邊一個安尼了暑假寒假時間安尼過來，啊有時節會停於做一條沙器嘅事情啊，係農業嘅事情，佢下那開始都，都卡不用上嘅係按特別嘅，因為像落杯熟嘅全部係可能一啲雞子雞料，啊雞全部啲杯，係像上春雞啲雞農嘅啲杯安尼，啊眼能都卡就不用上嘅，佢下那是原來眼能嘅熟嘅方式特別，啊食起來按冇相同，佢下開始應該過來繼續食一個不用上嘅。如果以前啊，這個冇注意到，原來這個鹿卡喺雞場吼做嘅育雞嘅方式，按啲譬冇共用，人家雞喺經濟方面嘅規模吼，喺得佢個小套房，可能係雅房哦，唔係套房哦。啊，唔能鹿卡喺個別墅啊，喺攞杯又山又水嘅別墅安尼。所以本來啱好嘅環境，我就感覺我能繼續熟安尼，因為佢係。其實過去本面我爸媽有想過唔會熟嘅，因為其實安尼熟下來利潤冇乜嘅，還有咱們開安尼，所以我邊一好開始過來食嘅時節，可能就開始對苗栗鄉，開始做苗栗鄉嘅行銷嘅得，就慢慢的安尼做起來，其實我爸演之前可能就已經有。那10個年咧，轉開始賣安尼，因為那開始轉嘅時間冇乜個人下，所以可能一公雞可能從我哋400年開始賣，啊我媽爸嘅一開始賣時間可能一得賣6個年啦、7個年啦，佢可能連本錢都冇嘅安尼。嗰種學越多啊，其他嘅飼料啦，吼，嗰度嘅成本就越高。嗰種以前學嘅時間係過叫多年嘅時間，將縮短到按4年安尼嘛。我能算學過久嘅時間咧，將一般落杯市面上嘅雞差唔多2個月到2個半年，就要出雞咧，然之後開始賣嘅。嗰時隻雞都太多可以賣嘅哦。都得咧，雞都太講。冇按好食，冇按甜，所以我能熟嘅4個月，也本身會過做，咁我雞下雞會過食，雞下雞卵呢會開始生出嚟。哦，雞已經熟嘅啦。熟嘅，所以雞過好食，按肉咩過甜。你翻其實假使講學過久啊，會唔會有嗰種雞鐵路嘅情形？學到乜嘅時間算鐵路？因為條雞到6個月。就會過硬撐嘅，可能就過唔咬，可能對成年人啊，老人家來可能會咬唔同。頭先我問到一件事情哦，就是阿公嗰時就前嗰隻雞全部係鹽雞嘛，嗬，嗰種人都看雞場都更加行係小雞鹽雞嘛。嗰冇相同嘅，我哋叫做漸變。阿公嗰時做鹽雞嘛。到爸爸也是這，一開始相同食卵嚟燒，後來因為客人個好雞卵嘅，唔好是雞公嘅，所以就雞卵嘅雞公嘅，個單純開始，後來又轉職加買時節開始漸變，可能又加乜嘅品種嘢嚟燒，燒乜嘅品種安尼，就變成一啲雞場地步有幾下品種，羅通蝦安尼，羅通蝦熟嘅，一般專業嘅雞場唔會安尼熟啦，因為佢快熟，佢快固，因為每一個品種嘅雞個性會冇相同，一條個野性個惡，一條個溫順，按羅通蝦熟嘅時間可能個惡嘅原因是飼料嘅時間，個溫順嘅原因唔敢過去，會被人欺負。
安尼鸡床的地位也有霸凌哦，鸡位也有安尼情形哦。哦，安尼阿峰，你这个鸡床以更加来讲吼，能养个有一道的品种啊？种有，像安能够太种的像黄金鸡，还有红鱼土鸡，过来安尼黑鱼土鸡，也送的迄个大的，个太种的，啊个细的像有乌骨鸡，还有珍珠鸡，还有安尼古早鸡，啊个洋鸡，洋鸡已经属过细的，可能就1公鸡地位那100-200只、700个安尼，因为跟老一批的慢慢的磨迄个咩，后生的个磨迄是洋鸡，怎么个？太早的，可能个磨红好色，主要咩种太早啦，因为更加可能迄世家庭，无多路量的散的，无像以前一太假安尼，伊可能按太早可能会分几道年就是。分几道包，可能要10几个那是嘞嘿，老一批的养过好是养鸡，养过好嘅肉羹跟口羹，因为养跟一般的土鸡个无相同，所以养鸡要收高久。系啊，无啊，看其他嘅外观都啲嘅，头摆安尼盐鸡拿出来，一太早就热火，怎么尤其喺冲牙嘅时节，给阿公婆嘅时节。哎呀，安尼唔啊，有一个无共用嘅经验吼，等下过来继续来请教人讲，安尼鸡场伫要运用班来管理。哇，观众朋友，阿峰分享嘅故事真精彩呢！冇想到管理一个鸡场，哇，底部还有咁丰富嘅内容哦。安尼休息一下，继续来谈故事。平时是鸡肉啊，还冇想到有按照无共用品种的鸡。睇到阿峰收鸡今日鸡场的时节，这样底下讲底部还有乌骨鸡啦、盐鸡、珍珠鸡，安尼无相同的鸡哩。安尼无共用品种的鸡，喺管理上有乜嘅无相同的方式呢？继续来请教阿峰吧。阿峰，安尼能小看下鸡啦，每一种鸡有无同样的特色特性，能喺管理的方面啊，会唔会够困难啊？会够困难。讲无相同，因为伊条鸡会欺负其他品种的鸡嘛，也个是个伫照顾方其实无乜个无相同，就相同安尼照顾。咱讲，饲料的时节可能就会够注意到的，可能伊条鸡会先适合的，适合吃饱眼就离开没，就继续无被真走，后摆可能适合的，可能伊条鸡忙色。可能要再补加一些颜色安尼。譬如讲啦，有哪条鸡的无共用的特性，可以顺势同观众朋友详细了解一下冇？比如说讲安尼珍珠鸡好诶，伊个温顺，个唔会去介意上大，长乜东西啊，长饲料食啦，个就伊个唔会，所以伊安尼会介意中诶个小白米，个也顺势会过多，所以其他鸡适合的可能也忙色。可能安尼再补一些饲料补盐，然后再过去继续食安尼。像乌骨鸡来讲好诶，因为羊毛个无相同，一般鸡诶毛会有7-8风水安尼，乌骨鸡羊毛像丝样诶，羽毛丝安尼，个毛保温，变成讲安尼保温会做会够好，以下室温下落也可能就。会不平的，其他鸡可能最野的，安尼像古早鸡，伊个细只，伊个也会比松鼠的鸡多，你唔可以讲讲鸡讲佢从个古早鸡来讲，佢唔会比到苏丹狗都走起嚟哈？唔会，因为像安尼就按照鸡来讲，从天地杯吃的东西有限，可能也会淋水啦。会吃东西吃饲料啊，传统用盐去味，咁么伊个鸡床地杯，按到鸡地杯，可能连草都生唔出来，因为生出来可能有本鸡适合的，所以传统爱喂料喂水，
哦，我知个啦，唔可以讲讲，其实迄中山鸡嘛，都中啊摕诺贝尔，唔可以讲讲迄鸡就係因为讲，今日汉西都它已经有关系的，今日烂死迄这个一群东西是，像讲古天那时节有迄奶都有水，啊又有个饲料好吃，今日都唔是讲今日就係安尼嘛。係啊，一定啊，因为唔是讲我讀機嘅，我就第二來食嘅，唔是講我要來請啊，可能人家嘅。弄擺野性就冇係咧，所以雞有咧個特別嘅特性，就係伊韓式迄個雞子有冇？伊唔會離安尼雞子特遠，沿紅嘅野嘅時節，因為自家過來，像我哋雞廠方會有安尼冇養到嘅雞村，雞賣就會帶細雞過來。細雞通常係人都會鳥起來燒，咁冇會俾其他大雞欺負嘛。細雞係人燒嘅大嘅會變回去雞廠，咁我會個特別就係一開始鳥回去雞廠嘅時節，人之間會再多進來，也係食喺啲地方。也唔低哦，也唔低，係人用嘅行用嘅大哦。咁人有一個特性會自家要照顧來安尼。變成我一長嘅時間，那我習慣啲安尼睇雞廠嘅上。今日按估個按認識度哦，那韓式搬韓式都睇搬這個搬出來，韓文認識度做幾安尼先。有可能 GPS 定位嘛，前啲都都卡安尼。係啊，都蠻厲害。安尼人這個喺其實喺中山雞，中啊睇諾貝嘛，人會講個雞。難得肉體啊，會伴嘅砂鍋啦，又係講腰婆啦，嗰條野生嘅動物去食係冇？其實沒冇呀，像腰婆我能講唔講，係我能雞嘅其實韓式時節會啲雞子特別照顧。然後個太大嘅可能十半夜兩個人變出來嘅時節，一個太雜嘅，要按太高，腰婆按你看你下來，伊唔敢下來，因為剛剛嘅。佢有乜嘅幾多東西，幾太東西啲嘅，像砂鍋嘅方面上頭，安尼開始就啲雞子會味嘛，身體會變濕滑，砂鍋唔敢，伊唔會過去，變出來嘅時節，是雞看到砂鍋伊唔會驚，今日會去對嘅砂鍋，對伊，可能一早就對，其他看到嘅就全部放起來，變成砂鍋伊唔敢通嘅。你兩個相當講奇怪，你變我睇諾貝都唔講個一種嘅訊息嘛？你變我睇諾貝有讀到講本嘅其他嘅動物啊，又係講去騷擾人嘅雞。最大問題就係嘅，尤其也按多年地杯係嘅進來進多，因為冇天地嘅咩，伊係嘅個進，伊底下一個蔬菜有好食嘅東西，比如說是飼料啦。是雞村啦，也有水都得淋啦。人就可能冇東西食咧，就會下來，明下來，看下有乜嘅東西好食，有乜嘅東西好搞。像係為貴賤，像有一擺我爸爸，像我哋有在那，按安尼開關開水嘅，有一擺本係會看到，叫我爸一上去雞子看嘅時節，水龍頭都打開落嘅，咁我爸慢打開都冇關，安尼。後來有一擺看到係會自家嚟開咗，有水，有嚟淋水，要背，伊就安尼看嚟就學起來嘅。所以幾麻煩，佢有時節做某嘅事情做唔得，本係會看到，因為佢家要更學起來嘅。真是幾好喎！幾太問題啦，係啊，是飼料很好，可能跟飼料葉來都係就更高啊，就從高完全用嘅，就來整葉來整高，包括雞蟲地杯啦，地杯乾線啦、乾露啦，嗰度就更搞破壞啊。這個嘅雞蟲特別係睇諾貝中山雞嘅方式嘛，同一般嘅雞蟲，這個接觸到工之後，接觸一個工作之後，你感覺最困難嘅部分係乜嘢？管理上，管理上，佢哋餵飼料嘛，餵飼料嘅嗰塊係我哋雞地落背做，我哋嗰度飼料桶嘅係用地落背嘅，我哋冇看嘅係飼桶嘅線路，因為看嘅係會嗰間牽強，幾麻煩，所以人類
看饲料伊多，俺人就折成一排，下煮一排，咁蒙米特多的话，可能鸡毛是下话就喺度讲椰来做下。啊，过来另外咧，更麻烦的是落雨天，咁一下开秋天咧，会开始落雨，啊，俺人不用山鸡会地都不会压咩，啊，可能一落雨，也没会这位给去冰，啊，一下可能落杯多湿，啊，干水去带你去给鸡的时间，会变成也湿度会高，啊，湿度高会出片，对也安尼呼吸道嘅地会高毛。所以俺人给下更麻烦的，要再弄好，要野带下，要保持也干燥。咁蒙特殊的话，给温度地步的话，给空气嘅就会讲毛，所以俺尽量去保持也干燥。嗰個地盤嘅工作大部分無像老輩嘅機床咁樣，可以有機器啦，個半自動嗰種嘅，唔能係全部人工啊定時去處理一條事情。錯，係人工嗰度，會講麻煩。啊，唔能機床嘅範圍差唔多一台啊？俺能山坡地安尼有差唔多2格。2格啊，一多人睇位置，就嗌爸爸媽媽。啊，能什麼人用埋去分工咯？用嘅分工啊，佢嗌爸爸媽媽研顧機床嗰度啦，研究顧機床，啊嗌嘅話就負責行銷嗰度，啊都卡過無限嘅時間，總總會歸於天數。啊，嗰時見家機床都變做係嘅正業嘅嘛？算正業，唐風嚟算正業，係係有副業咯？係有，用乜嘢副業啊？唔係按摩係嘅耕田啊。耕田，小雞啊，喺背面要去耕田。啊，你用過小雞修得好好，會想去耕田咯？佢係咩總統？你想雞肉搶買肉有限，啊到底要用嘅，那到底來演員來買演員會過多？佢問，佢面弄要安尼落皮，還有種安尼。烹肉落皮，洗落皮咧，俺講洗落皮咧，佢講俺人來種落皮咧，啊做落皮，啊落皮講雞肉就下個通下做安尼落皮湯，雞湯安尼，佢下有一個想法啦，佢是，可能去漂田啦，啊來種可能啦，用嚟種啦，啊幹落一批嘅可能個阿媽啊，啲熟婆也好，落皮，用嚟做。佢下那佢是耕田的，啊結果一耕田之後就，可能一開始種落皮咧，啊認識其他朋友啦農民之後，又來種乜嘅，啊變成也段時間落皮咧，固定每年都會種，啊可能中間就會種乜嘅撇咧安尼。你冇想到，原本咧家咧講可以聽說人哋機床嘅生意嘅，冇想到一上到熱帶嘅，一種熱帶，係啊，一咩都熱帶嘅。啊，唔過除了落皮嘅之外，還有種過乜嘅？佢係有種過像木頭嘅，還有麥，面農農擺種嗰度麥，像面農還有講麻油嘅麻油廠，嗰種有種過麥，種過麥。啊，還有安尼種絲襪的啦，絲襪的，還有包袖，一下還有安尼包袖筍，啊，去年呢開始有學種安尼木瓜，還有토마토，哇，安尼阿峰，這個更加耕田的面積差唔多一台啊，差唔多1甲半。1甲半，安尼有細冇忙咯，你機床嘅2甲，啊有個耕田嘅甲半，啊唔用嘅面咧，可以本自己有休息嘅時間啊。可能過無限嘅時間，我哋就會搶人來，就要提早安排。我一個時間過無限嘅，我提早1個月，要搶人講要做乜嘅時間，要開始來做安尼。原來係安尼哦。哇！觀眾朋友，冇想到阿峰佢按山忙按無限呢，小雞修得好好，還去耕田。啊，不過除了也以外，耕田同小雞冇可用呢，佢地背還有遇到乜嘅困難，佢要用辦去克服呢？我哋休息一下，繼續來聽佢分享哦。
就嘅同耕田，虽然共用係農業，不過應該地位內容係冇相同嘅吧？拄到嘅困難，佢用嘅結結呢，係繼續嚟請教阿鳳呀咯。阿鳳，拄到一個困難嘅時節，就嘅同耕田都冇共用嘛？這個係用辦去克服一個困難嘅部分啊。每年啊，每年，咁我就從改良廠，係去上課去學。每年我作業冇講種토마토去種木瓜，也會冇相同。你可能토마토種嘅有乜嘅問題怪，就前一個種토마토嘅農會也係發生乜嘅事情咯。安尼那做得伊就會個專業，因為也經驗過多嘅間講，也用嘅處理。咁我就去問先生，可能改良廠啊，佢哋先生。研究嘅伊每日一個係乜嘅狀況，用嚟處理，就安尼慢慢嚟學，因為我唔係本科嘅啊。係哦。我唔係本科嘅。哦，安尼我學嘅東西也幾多呢吼。係啊，因為每一項都冇相同，可能種토마토有토마토嘅安尼嘅專業，落皮嘅有落皮嘅專業。也管理方式完全冇相同，所以一啲新嘅作物我種嘅時節，可能我去有啲人帶亂嚟做，安尼我唔會限到陽光嘅度。不過安尼話阿鳳嗰邊有一個幾好嘅條件，因為講美濃係一個農業嘅鄉鎮，有幾多嘅前批吼，也係講先生可以問咗冇？係啊，也算幾幸運嘅啦，要問嘅當然咁望。冇種過，然後下一種又開始去觀察它，你看伊用嘅照顧啦，會有乜嘅平衡完全啲嘛？可能我親自了，看到迄面有改創業嘅，有改創乜嘅唔啲，就喺有種過人伊啲學業嘅乜嘅平啊，也乜嘅事情嚟，我做乜嘅工作安尼，一看有啲嘅。哦，安尼阿鳳，即個睇你嘅工作經驗裡面吼。休假啦，又喺耕田，有拄到講嗰種嘅青嚴重嘅農損喎。農損一定有啊，一定會拄到。從幾下天嚴重토마토就拄到8萬劑含量。一個토마토就冇嘅，安尼鐵人嘅。係啊，全部重來安尼。全軍覆沒。今年嘅都冇。冇啦，啲條前面有樹嘅啦，咩條前樹嘅差唔多嘅。佢下可能토마토咩開始滅紅嘅，佢下8含幾含料以來就可能一段時間就冇嘅，對，就損失下來安尼。嗰種更加嘅農業耕田嘅部分吼，佢都有講到嘛，最主要係做種落去嘅，其他係夾頓可以有限嘅時間都種乜嘅安尼。因為我有看到根本你有帶來嘅最有名嘅美濃嘅蘿蔔咧，不過你帶來係兩盤咧，兩盤有冇嘅冇共用嗎？鹽分冇相同。鹽分冇相同，用咩看啊？用嘅看啊，佢咧看也色性，因為像也蘿蔔拍嘅係也一樣啦，可能看唔多，可能看地位，嗰度就也米絲，也上米會冇相同。上米冇相同。用辦講，時間過久嘅個模樣，又可以講時間過久嘅。時間過久也有會過上，會過上。嗰度係煮湯，煮嘅時間最明顯。鹽分越來越久嘅，也湯會過甘頭。嗰唔會像過鹹啦，上米啦，甘頭嗰冇按過安尼。嗰種現帶過來現場嘅蘿蔔嚟講，我要看得出來、分辨得出來一個，睇下。嗰權咧，做薯片入邊，色成個層，佢係個舊嘅嘛。係個舊。嗰個錢咧，應該係年份個大嘅，差唔多我看3年4年咯。夾錢係有計舊價嘅事實。舊價嘅事咯。價個6年。冇啦，5年嚟啦。5年咯，佢變5年嚟。你嘅飯應該嘅蘿蔔咧，個年色成個層咧，應該飯片係10年。會有9年咧，9年咧，9年咧，會夠長嘅。也因為5年啊9年有啲差別嘅，可能係，所以批落都冇相同。過來可能5年跟6年咧，會感覺冇乜嘅差別。唔知道做一個蘿蔔咧，係有特別去請教人嚟學嘛？
我也根本唔伫用会做，一开始阿妈演特别会做咩，嗰陣我就開始種嘅時節，想去做嘅時節，我就阿媽演弄白係用會做，嗰陣可能熟破啦、白米啦，演門可能演能係用會做落落皮，係農飛啦，因為農飛嘅時節咩要開始做嘅，演做按大量演都帶係用會處理，可能一太痛啊。用嘅變一道樣啦，因為每一個人嘅方式冇相同，像一條導演家演種體育嘅就好嘅，響度就安尼，伊條人就會講真呀，可能一見落皮就要變一道嘅樣，要真研究嘅，每一個方式會冇相同，安尼問下來之後就自家開始來做，可能用嘅做嘅。過好過強順啲嘅，唔會按開。你自家做嘅方式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冇？我個冇按認真啦。這個冇按認真，應該做出來也幾好啊，同埋冇你自家拿出來。我就落皮咧，佢一道兩樣嘅冇兩樣準啊，我就體育嘅差唔多嘅，變下去會煎，我煎落皮咧煎高久，會不會發酵？加上因為一落皮咧。出來嘅時節，通常是營養性營養，食下來又會過癮嘅，一段時間會過無限，所以我煎卵嘅時節可能唔會按件拿出來曬，可能過癮係，可能幾長嘅上無限係咧，天氣好嘅洗條差唔多嘅，那會開始拿出來曬，一曬時間會過長，差唔多拿出來曬，可能至少要1禮拜。因為一個人係幾條嘅下一曬，就面濃嘅洗落皮咧係幾條嘅曬，所以伊冇切啦嗰度，人又冇糠，人就變嘅落去就用面濃嘅熱頭，因為面濃嘅時節講唔會落雨，因為洗嘅幾麻煩，降落雨嘅，落雨就會熟起來，所以洗嘅時節一定要用人哋。因為人都洗綠卡嘛，所以一定要用啲綠卡。有人睇佢看，假使講有因為會落雨，攞去準備嚟數嘅，會數起來。同樣咧洗骨嘅功用嘛。係啊，所以也條線幾簡單，冇乜嘅洗條。洗時節最辛苦，可能就會裝落嚟，洗高久，會數起來啊，再洗人咧。安尼人哋買幾些落落皮嚟啊，我用辦去保存夠好。最好嘅保存，我能用紅嘅地方甕啦，因為甕又會透氣，因為有嗰些毛細孔，有嗰種細孔嚟透氣，嗰係最好嘅。嗰度冇嘅甕嘅話用玻璃甕嘅，不用地落杯就好，冇洗熱頭，又會再繼續發酵。哦，用冰箱都會可以冇？都得。伊就唔會發酵嘅。都甜嘅。都甜嘅，可能都不會冰嘅兩樣，唔冰比冰箱，唔冰加3樣好嘅，伊種同兩樣嘅米絲。咁樣哦，嗰時其實冰得最好嘅冰係唔會洗熱頭嘅地方嘅攞杯。係，嗰兩嘅蔬菜就好嘅。但其實還可以硬能講繼續熟成都錯。係，繼續熟成會持續發酵咩？小米啦，嗰度會加會過好。安尼。已經冰喺冰箱都嘅地方拿出來，佢還做得冇？做得啦，就拿出來，然後叫佢繼續熟成冇？會，有天空空調就會注意下濕度，可能冰箱可能拿出來時就會有18水，可能就落冰一條洗一下，那個係熟起來，安尼就做得繼續在冰嘅。安尼夾夾同人媽媽講，人冰箱地方落落去拿出來，繼續幫佢熟成，冇安用嘅。係啊，安尼阿婆，自家有做學計啦，吼，有鋼鐵。爸爸媽媽如果喺年一直談到講要過來做一條農業嘅事情，今年你有冇個看法嘛？一開始反對啊，一開始也要去考試啊，考啲公務人員啊，你怎樣呢？固定收入過好，因為聽到一批嘅人會講清楚，就係鋼鐵冇安穩定。可能收入冇咁好，因為人落一批對頭擺都見來講嘅話，因為人的模式大部分可能係市場嘅。
伊叫文番的，啊番的伊有咩讲，用改好的家事干事，啊像头摆到一批的员讲，一工天都得收一个家庭的，啊我出门嘅体现系困难的，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啊家就真该讲无做啊去。真久2年的考试啊，还像一个高文的投入啦。家其实我该卢卡气氛我该唔好。对啊，家就可能讲唔会伫卢卡。就伊做嘛事情啦，对啊，迄世界有，因为对面有一个俺们有个基地啊，有 NGO 组织的，佮有认识咩？佮不是为去个了，佮有几个朋友，边个个太家一起来啦，一个行野上野下的。那对。佮为谈论演做几多事情，就个认识几多东西，几多方向啊，可能对俺一下咧做个农业会有。几多想法，每个对家下那开始，对农业个了解个知，那开始讲，我过来做冰山鸡，卢卡一定会反对啊。不过行到人家有成绩出来的，爸爸妈妈应该也够放心，也肯定讲，过来接迄错嘅事情。就按你经过1年2年，慢慢的看到的世界就。慢慢的会认同，刚讲1-2年底部会辛苦，所以一下可能1-2年底部有其他朋友做得聊啦、亲啦、讲的啦，咁么安尼一个后生的可能过来做，卢卡有反对，伊都不会用伫1000万年的时间可能会辛苦，会艰辛，哇，观众朋友，今日阿峰带来的故事真是鬼精彩呢！要帮各方啊，亲像夹落去见人家面容老了呀，体验一下当老配的，也系讲小家的养家阵的体验哦。再一次感谢阿峰今日带来安精彩故事哦，大家。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欢迎大家来聊。